哦，顶回是甲即本万灵金药的简言啦吼。有个无倒。后一页，为什么现袂叮当？博客来即个网站，毋知为虾米限制限袂叮当。好，用点的佫会使。顶回是到看甲伊讲迄个 Napoleon Hill 吼，连成功学之父 Napoleon Hill 也直言吼，讲家己深受即本书的影响。甚至来为即本书来做事言吼，做写话头。好，咱继续看咧吼。如此的技术，伫1930年代却神秘来消失了吼。咱定位讲，伊是1900几年啊，即本书1900几年时出版的吼，是袂记诶。1916年。才集结成做一本书出版吼。1912年，伊就已经函授课程，敢若是19几年？1910年吼。好，不管你，反正你讲1930年，即本书在神秘来消失。有一种讲法是讲，因为伊结识了。结吼，咱昨查过即个结揭发吼，结晓吼，本条是假音啦吼 ，KIAT， 搁看者吼，增加加深者印象吼，第五结吼结。有一种讲法是讲，因为即本书伊揭示了心灵的秘密吼，被教会来查禁吼，教会查禁。即种讲法其实我无相信吼，因为美国是新教较侪，当然美国嘛有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势力伫美国毋是遮大吼，所以新教会是一个教派细细个啊。影响力无遮大，伊无法度全面查禁一本书吼。另外一个讲法是，当然天主教就有法度吼，因为欧洲天主教国家，比如讲伫菲律宾，伊若讲伊天主教查禁对一本书，你伫菲律宾你可能就真正看袂到吼。菲律宾是旧教国家吼，就是因为较早是西班牙殖民嘛，你若讲台湾离荷兰殖民，荷兰人也无离开啦吼，殖民到两三百年吼，台湾人即嘛就是新教国家吼，因为荷兰是新教国家。
好，即本书消息，另外一种讲法是讲，字中公开的致富的秘密，引起政客甲生意人的忌惮。咱来查这忌惮。忌惮，大理大书店有收吼，文言书，期单吼，古一字是期甲单吼，变调是第7，变第3调期单吼。例句：树无期单吼。无啥物好惊的所在，肆无忌惮，肆无忌惮吼，这大家听下咯。忌惮，讲因为这本书公开致富的秘密，所以引起政客甲商人的期待吼，来出版商施压，互这本书来销声匿迹，要安怎读？你读做密，或者是裂。咱来看密吼，头密、闪密、黏骹密手吼，黏骹密手、垫脚、蹑手蹑脚啦吼，华语安尼讲，黏骹密手。密我有应该是白音啦吼，裂应该是读音，裂是密碎，无去逃走，收藏文墨酒红裂，嘛有可能毋是白音文音，是高破音吼。高破音的华语讲的破音字查一下高破音。高破是台语中，这是 Google AI 写哦。当然，伊当然嘛是去帮我去 Google 尔吼。高破是台语中传统语言学术的学术语，对应华语的破音或者是破音字。伫学术上，这种一字多音，而且字音改变。而意义随之不同的现象，又搁被称为变音别义。举例来讲，台语中的“看”读做“看”读做“看”时呢，若念或者是若念做“困”，我若捌听过“困”意思就会变成。看酒或者是应该是看吧，又写毋对。看酒或者是照顾，但是伊个例词为什么是看厝？这种透过音调转换来衍生新语的现象，伫台语中相当的普遍。我来问伊一个问题，我感觉就
困扰，就是台语，台语文读音加白话音。结果伊讲诶，即拢无。好，咱转来即本书顶头，继续来看吼。讲因为引起正气，拄则是讲箫声，咱来读力啦吼。就是味是头味、闪味、念骹味手，但是力是味髓无去倒走收藏吼。其实差不多意思呢。我虽然讲味含力，所以咱箫声力食，即个力是。无去倒走的意思吼，力吼，所以咱读力啊。另外，个中基的基理 ，LEK 吼，等我小记一下。我手头是有这本书啦，我爱甲音小记一下。LEK 啊，拄则佫有啥物呢？佫有找着气单，好，过来查一个逆基基。热应该是热啦吼，应该是热，但是热这里热热是较热吼，热石甲笑，骹少对骹少对骹笑对，骹笑，我捌听人安尼讲咧。好，食当然是骹食，这知影啦吼，神食吼，神机啦吼。OK， 箫声力食吼，所以就是引起正气甲商人气单来出版商施压，互伊来互这本书来箫声力食吼。这是两种讲法啦吼，一种是宗教原因，一种是人就无爱互别人，无爱讲即个互即种会当互你学着要安怎好起来即种闭关吼，无想要互你传出去吼。好，这两种我其实拢无相信啦吼。好，就算如此，尽管如此啦吼，70多年来，涉国起家的100万富翁到1万富翁吼，几乎每个人吼，这个几乎当然台语无可能安尼讲啊，几乎强卖啦吼，差不多每一个人吼，拢捌读过这本《万能金钥》吼。
毋知呢，为虾米？到底是伊并对是点安尼讲啊？是毋是有人去采访，去问过讲啊？你有看过即本书？去问过Microsoft 迄头家个 Bill Gates 去问过一寡好野人吼，毋知啦吼。但是有一点我真正感觉足确定的，就是讲好野人真正好野人的想法吼，其实含即本书是相像的吼。比如讲我后来我读迄个叫做啥？石油大王名仔叫啥？我都袂记。伊有我伫网络顶看会到啦吼 ，YouTube 你著去查著有啊，什物Rockefeller 吼，伊写互因后生毋知几十张批啦吼，10外张批还是几十张批，你去看你著知吼。当然以后你即本书你要先读过啦吼，或者是你搁对照看吼，你会发现讲 Rockefeller 的想法含即本书所讲的一模一样吼，会当讲一模一样吼。啊，所以为什么伊袂好个？为什么伊生意会做遮大？吼，基本上你著是爱有安尼心态，吼。好，来，咱继续看来。由于此事吼，因为即本书不被列为禁止吼，所以一度在设国掀起了一股秘密复写该书的热潮吼，就是抄写该书的热潮啦吼。当然，迄是可能较早无迄个copy吼，无迄个影印的时阵的时代，你爱家己抄落来吼。万能金药正做设国的成功人士，私底下咧传阅吼，这是阅读是阅 M 嘛？我早个拢无介有把握。第八。IAT 好，记起来好。万能金药这本书正做设国成功人士吼，私底下传阅有钱人绝对袂外传的成功致富宝典吼。我感觉伊即只讲的这段含伊这本书所教的，颠倒是有冲突的啦吼。伊来这本书内底所教，有钱人其实是心胸袂遮尔啊歪啦吼，心胸遮尔歪的人嘛袂好嘢啦吼。伊照这本书所讲吼，啊，所以讲你好嘢人，佮遮尔啊，即个北长遮尔歪，即含这本书所教的根本就是有冲突去啊吼。所以我真正是对，当然即偏假写吼，即拢毋是迄个度假讲的，即拢是偏假家己，或者是这应该是偏假家己写。我感觉吼，咱自即张即篇话头啦，自头读到遮吼，真正拢是你行销即本书的话术啦，就是你想要卖书的即种讲法尔啦吼，毋是真正即本书真正，我真正拢无相信伊所讲的。据啦吼，据传吼，哈佛大学时期的 Bill Gates Bill Gates 是哈佛吼。讲 Bill Gates 正是因为读了本书读这本书了后，
毅然决定受恶从伤来对什么追逐这个字要来读？字是捉捉是赶出对入赶出，人读做捉啊，逐人迄是读做逐逐项逐工迄是读做逐。捉 TIOK， 这就是交破音啦捉 TIOK。好，转来这篇讲呢，标记正是因为读本书，毅然决定受恶从伤，追逐理想。我嘛无相信这句话真正我无相信啊！我无相信标记就是因为看这本书才决定这寡代志而伊所得到所获得的伟大成就，改变了整个世纪规个一个世纪的人类的生活就电脑的作业系统嘛作业系统当然毋是干那 Windows 一套尔足侪系统的但是个人电脑拢用即个 Windows 较侪啦较早叫 DOS 所以为什么讲对你的生活影响遮大，就是因为大部分人毋是用 Apple 电脑，拢是用即个一般 Microsoft 即个Windows 的即个作业系统。我咧对遮水，等我先。我对来讲，我无相信比尔盖茨是因为读这本书才决定要修学但是比尔盖茨读过这本书有可能我就相信因为有可能读过这本书，嘛有可能这本书对伊影响就大，或者我拢相信，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有这个能力来影响这个人影响一个人。好，咱继续看多年后。万年金玉总算再度出现伫世人的面头前，所以为什么佫出现了既然较早被禁了因为某种原因来被禁，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迄个原因为什么这样袂禁我是无相信我是认为讲，就是去互人袂记得这本书的存在，即码你要摕出来出版，你当然就佫讲甲若有一篇遮大篇现在。咱有机会通来得伊窥视野，窥我先查一下窥是龟甲窥，我注音一下。龟甲窥。龟是小看、偷看，闪未来看人叫做龟；窥是进一骹，一画三笑，什么意思？一画三笑。俗字，佫是什么意思？龟。咱读个龟好了因为龟就是偷看的意思龟 ，OK，
讲现在咱有机会得于一归心灵的无限潜力，以及正确引带，引导啦，本来是导啦，以及正确引带甲拓动利用即个万能力量的方法，就是既然咱有即个机会啦，来学即个来明白即个力量来。拓动利用这种力量，咱有法度看了即本书来学即个方法。只要会当掌握本书的精华，你就会当学会晓如何来善用精神的力量，以创造性的眼光来有见更较美好的未来的愿景，就是你只要将本书所教你的。用精神力量的方式，你就会当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之中的法则经历过100多年的时间考验，悠然历久的迷信迷信我知者当读做迷，读做迷读做泥米嘛会使米，经，这是你写啥？做箭耍，做箭，射箭啊，叫做写做箭我记得英文捌读过呢，做箭叫做射箭做箭就是米甲迷但是历久弥新的迷是什么意思呢？是应该是变满吧，变满历久里。好，咱读米啊，BI 第5条。我查看这里伫大理大书店有无？除了阿弥陀佛的迄米有大理大书店叙述足侪，但是拢含迄个佛教的用法有关系。伊大理大书店收2音啦，一个是弥比如讲弥陀、弥勒佛弥勒，但是另外是弥弥陀经阿弥陀佛的迄个弥陀啦弥甲弥拢会使啦弥我读弥啦讲书中的法则经历100多年的时间考验，悠然历久的迷信，为了要互读者更较快掌握心想事成的诀窍，除了读者 Charles Hanier 伫每一礼拜课程开头互学员的说明信函，以及课程最后所附的即个做功课啦迄个熟题伊是像即个心灵力量启动的练习随堂小复习之外，编辑部特地针对课程内容整理出33条宇宙法则，以及各种节的迄个课程重点摘要协助你每一礼拜每一周离宇宙真理更较近一步。就是这段是你讲，这个编辑伊伫咧编辑本书有啥物特别
特别的所在啦，对你有啥物帮助啦吼？所以要吸引你来买这本伊出版的这本嘛吼，这个版本。哦，协助你每一礼拜、每一周离宇宙真理更较近一步，以上快速、上紧的速度以及上悬的效率来吸收吸引力法则之父的课程内容。吼，好，咱就读过就好了。此外，为了要协助急要尽快习得本质成功秘诀的读者哈，等下爱小讲伊哈，伊讲度假伫每一礼拜课程，就是每一课的开头的时阵，有写一张批互学员嘛吼，伊这是各会记得咱讲，伊本来一开始这套只是24礼拜函授课程吼，所以每一篇的这个课程开始进前，伊就是一张批写简单写讲写一寡代志就对了，咱再来看吼。好，后一段讲，此外为了要协助，叫我后白读啊，急要尽快习得本质成功秘诀的读者，阮设计了一个手册，等下再讲吼。我接下来来看《急欲尽快习得本书成功秘的急欲》，我来查一下吉利。这个吉利应该就是北极、太极迄个极啊。但是虽然讲用字无共，我相信是古早字是相通的啦吼。这个极是无迄个太极的极，无迄个木字边的迄个极。着读说极吼，赶紧紧紧敏捷敏捷吼，敏捷紧捷吼，接接吼，接接是气吼，极甲气两个音啦吼，奸诈瞒骗人叫做气，极赶紧吼，敏捷。紧接吼，急欲就是赶紧嘛吼，紧紧嘛吼，所以咱读急 KEK 急，读急吼 KEK 无假音嘛吼 KEK， 注意 KEK。好，为了要协助急要尽快习得本质成功秘诀的读者，咱设计了 Yes I Can 这个实践手册吼，叫做 Yes I Can 心想事成的实践手册吼。手册以之中24个心灵力量，伊24节课嘛吼，24个心灵力量启动练习做为主吼，就是手册就是配合即个练习啦吼，那敢若一个 workbook 吼，即个作业簿啊吼，辅以实用表格吼，辅以实用表格啦吼，以笔记页的形式来呈现吼，帮助你记录实践的历程甲帮助你记录啥物？记录实践的历程甲取得的成果吼。精选的中英对照金句，会当激励你克服惰性吼，克服惰性就是难死迄个性吼。最后的自我分析问卷吼。要帮助你更加诚实来面对自我，来带予你智慧觉察四周围周遭的干扰，来勇敢即寡干扰讲 no 讲袂吼。本质会当帮助你识得超级幸运儿的思维模式吼。
本书会当帮助你去学到即种思维的模式哈。了悟你，才是即个宇宙真正创造者，从此来改变人生。一礼拜一个心灵力量的启动练习，每一礼拜，这个练习是这本书本来这个原文吼，英文版的都有这个练习嘛，每一课的最后拢是这个练习，所以你得爱照练习爱做啦吼。但是以后再讲吼，因为练习一开始看就简单咧，后来愈来愈困难，非常的困难吼，非常困难。但是好，到时咱再看吼，24个练习。每一礼拜，你拢宇宙真理搁较近我一步，终归尾你会发现，伊会当互你甲宇宙的伟大心智来连结吼，来结连做伙，来截取，这个截我查一下。KHIAT 第4条 KAT。拄好我有买一本啦吼，所以我就做一下笔记。KAT 就是提米吼，用三堆米叫做 KAT 吼，提物件叫做 KAT。所以 KAT 处就是提物件嘛吼。我看大理大书里有收即个字无？KAT 处吼。所以呢，伊会当互你含宇宙的伟大心智来连结吼，克除克除伊的即个源源不绝的力量吼，克除宇宙啦，宇宙源源不绝的力量，宇宙的力量偌大，宇宙的能量偌大，非常的大，基本上是迄个天文数字是根本就是你用袂了嘛吼，就是咱莫讲。整个宇宙啦，吼，敢若一个日头的力量，吼，伊的迄个能量，都已经互你用袂了，吼。所以，你若有即种想法的人，你就感觉，即个世间，咱较早啦，吼，或者是我较早，吼，学着是讲，即个世间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呢，有竞争，吼，有压迫，为虾米？因为大家咧抢嘛，抢资源嘛，吼。讲即个世间的资源有限的吼，即个观念其实是毋对的吼。在我看来毋对，或者是讲我认为安尼有即个想法的人，其实伊的思考的拢会足歹吼，想法拢毋是好的，毋是一个好的观念啦吼。即本书教的就是即个世间的资源是无限量的，是你永远用袂了的。你毋通去惊吓，你毋通去烦恼，你免去惊吓讲无够资源，免去烦恼讲免安怎明仔载无钱通买物件，明仔载无米通煮饭吼，免去烦恼即种代志吼，绝对会互你供应甲互你用袂了吼。所以伊讲即本书会当互你甲宇宙的伟大心智来即个结连，来克除即个宇宙吼，即个奇就是讲。克除宇宙源源不绝的力量，建立和谐圆满的这个美妙人生。24周了后，心想事成，晋升做超级幸运儿吼！你的一切付出，拢将会当达回票价吼。好，这是雅人文化编辑部吼，编辑部啦吼。这是这本书啦，雅人文化，我是毋捌听过这个编辑，这个出版商。好，我看一下时间，45分，咱继续去看咧哈。好，过来是另外一篇话头，另外一篇前言，这是啥物人写？我看卖。
无写，无啥什么人写的。另外这篇前言是什么人写？伊无写呢。哦。好，咱来甲看啦吼。虽然毋知，咱来继续看吼。第二篇前言是写，标题是写成功致富的思考法则，全浓缩伫个万能金钥吼。所以OK， 成功致富的思考法则，全浓缩伫个万能金钥，这是标题。有一寡人哦，几乎，这个几乎到底要安怎翻呢？我来查一下哈。查台语啦哈。几乎对应中文，几乎。1956台湾白话基础语句吼，讲强袂吼，强袂吼。1973 Embry 是险吼，险啊吼。所以对应台语其实爱看情，因为即个中文的几乎可能有一寡无共的意思，变成你台语会去用无共的词来对应吼。等拄则讲的是差不多啦吼，但是险啊，甲强袂其实是有差吼。所以你要用的时候，你爱看情形吼。我意思是讲，你要翻做台语的时候，你毋通干那用一种去翻，你可能有时你得用无共的吼。好，Marino 收的是Marino 收的是Embry 是收险啊，强吼。Marino 收的是强袂吼，啉啊，毋捌听过吼。活袂吼，活袂吼。好，咱转来即个字家吼，讲有一寡人强要险啊，嘛按那翻拢毋对了哈。有些人几乎丝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集成功、权力、财富、成就于一身哈。有些人几乎丝毫会当讲是毋免用什么气力哈。所以你要翻译的时候，你无可能直接用几乎，就是用拄则迄个书店所查吼。就有人会犯即个错误吼，就是我就是敢若会晓书店所用的迄两三个词，所以我就直接摕来用但是呢，偏偏都毋对去吼。有时会差出侪就离谱的吼。所以家己看情形来看讲即个词要安怎对吼。三年有收我拄则讲啉啊，是三年有写吼，差一滴啊吼。好，我食落来安尼翻吼，有一个人吼，会使讲是丝毫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当集成功、权力、财富甲成就伫一身吼。其他人却爱费尽千辛万苦，才会当做会到。佫毋免讲，也有一寡人将其一生根本就无法度来实现抱负、愿望甲理想吼。即咱拢知影，即寡人咱拢，即世间即寡人拢有嘛。有人轻轻松松就成功啊，就有权力，
都有财富啊吼。规身啊，有而且毋是讲伊后自细汉好野人，人伊本身佫真正有迄个才调，有迄个才能吼，有迄个成就。比如讲，我想会到，比如讲迄个啥物人，我即时佫袂记啊吼。李自大前英国首相 Churchill 吼，伊敢若好野人出身的吼。而且伊嘛毋是讲哦好野子弟，伊真正就是有，嘛是有迄个才调吼。啊，有的人真正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做会到，吼，就是共款成功，但是有人是真正足辛苦的，吼。嘛有人根本一世人拢无法度实现伊的抱负、伊的愿望、伊的理想，吼，真正是有想法，但是伊就无迄个无法度嘛，吼，哦，都当世间足侪人是安尼的啦，咱可能拢是差不多是安尼吼，都爱靠上班吼，勉强会当食穿，会当生活安尼尔吼。何以如此？为虾米安尼？为虾米有一寡人轻而易举就会当功成名就？所以你读这本书，其实吼会当改变你的生活。有一天你可能会当做到头前所讲迄种情形吼，毋是后壁即种的，毋是上尾所讲的即种。一世人就是敢若，就安尼过去啊吼。为虾米有人会当轻而易举吼，就会当功成名就？有一寡人却着爱克服重重的困难，其他的人吼，佫较侪人就是终身一事无成的吼。所以咱无希望安尼啦吼，但是大部分人拢是安尼吼，你会当想看觅，你的身躯边的亲戚朋友，伊已经过身迄寡，你想看觅，伊一生留啥物落来？咱无一定讲一定爱留啥物落来，是伊一生是毋是过了讲，真正是拢足平顺、足幸福啊，拢无亏欠啊，无欠用啥物，而且过了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吼，而且伊过了真幸福、真快乐，毋是有人讲好囝退休哦，闲闲无代志就快乐。有人就算安尼，有人伊嘛袂晓过生活吼，但袂晓你烦恼东烦恼西嘛是有吼。迄点都有问题嘛？迄真正毋是幸福的人生吼。你想看觅，你身躯边迄寡亲人，迄寡过身去的人，有几个人会当互你讲啊？伊即生足幸福的，甚至伊家己本身伫咧要目睭要开进前，伊就讲我人生足幸福，我真感谢，真感恩。你去想看觅，你身躯边偌侪人是安尼。好，剩7分钟好，过程咱继续看吼。伊讲各种原因吼，即个各种原因，即个个字吼，其实我袂晓读啦吼，伊是固定的固定到一个德字头吼，咱来看。甘二点收做过吼 ，K-O 第2条吼，第3条过吼，各种我记一个。我读的这个版本吼是这个，你若去查这个雅人文化出版社乌色词汇的一本，但是这是因为即马前言我才看这本啦吼。咱以后我会用这个线顶的版本，就是你即马看到我即马share这个网站，伊是有中英文的。啊，当然我是会用中文来读啦吼，来翻译啦吼。必要的时阵，我会等于现这个英文版看伊是安怎写，有时翻了无好，咱这本其实是翻了就好诶，哈，这个版本吼。啊，毋过这个我即嘛是讲网络顶这个版本翻了袂歹。我手头摕就是我即马咧读的前言这嘛无讲歹啦，就是讲无共，小可无共啦吼。啊，所以我毋知影即个网络顶的即个版本要对错吼，可能毋知有倒买我毋知，但是你会当去买即马我咧读的即个乌色这本吼。为虾米需要买？因为较方便，你会当做笔记啦。比如讲，迄个咱读的时阵啊，台语音你会使家记落来吼。好个 K-O 吼，个第3条，各种原因绝非生理
故作读做故嘛结果故作差异所致各种原因绝非生理故作差异所致，就是拄则讲的迄种三种人，一种足辛苦，一种轻轻松松，一种足辛苦，一种呢，佫较辛苦嘛无效。伊讲这三种人生的道路呢，其中的原因绝对毋是讲因的生理有差，生理构造啥物，就是因为伊较弱，因为伊较弱，因为伊较矮，因为伊较瘦，伊较肥，还是伊讲因为伊较勇，伊较衰弱，毋是拢无吼。讲因各种原因，绝对毋是因为即种生理因素生理构造的差异毋是绝对毋是即种差异所缔造的若无为虾米伊会结论讲若无好食若无体魄完美，就是迄种看起来咧身体汉草足好诶无瑕疵体魄完美无瑕诶人，都应该是上成功诶即个代表嘛就是你若讲拄则讲迄人生三条路是因为生理所造成的，你生理差异所造成。你表示三种人就三种体格嘛但是实际上，敢是好个人，敢真正每一个人体格拢是共相像的，无啦毋是安尼啦，无一定是较弱、较矮、较勇啥拢毋是好，不同之处，伊讲既然毋是即种生理的，毋是即种物质的生理的。不同之处，应该是心理的素质。所以，这种三种人，伊毋是生理所造成你人的这个个性，就是你既然毋是生理，安尼是啥物？就是心理，就是你的想法嘛。伊毋是这个有形的、有形的这个形体构造的差异所缔造人行出这三条路，毋是。决定这三条路，决定每一个人行出其中对一条路，其实毋是靠身体，是靠你的想法、你的心理啦，你的无形的迄个部分无形的部分。伊讲不同之处，应该是心理素质强弱有别肯定是出伫心态，所以是心态造成这三种人行出人生无同的三条路。心态才是毋是体魄毋是体质。由此可见，心智是创造力的源头。由此可见，就是创造力嘛。你拄则讲迄三种人，就是一种有创造力的，一种是足辛苦的，才有法度；一种是根本就无法度讲心智才是创造力的源头创造力之源，是所有的人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色心智是创造的源头，是每一个人拢有心智嘛就是你有mind的这个心智，因为我无英文版通我对照应该是真mind的每一个人拢有伊独一无二的个人的特色，就是个人你的mind你想啥每一个人拢无共会当讲正是心智，互咱会当克服环境。甲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就是拄则讲的这三条路，是环境会无共，是各种障碍伫你面头前，但是这三种人行出无共的三条路，是靠啥物？是靠心智，因为心智会当互你克服环境甲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所以。这篇简言伊无写啥物人，我相信这篇简言是这本书原本的啦这个较含这本书的这个主旨就完全是相像的无像拄则头前迄篇根本就是你未知的我看写到是哩啦啦即嘛这篇就袂而且你看头前这个推论，我毋知你敢会咬记？无毋对，你可能想有人因为伊摆骹，伊目睭痴迷，伊会搞，所以伊就人生的较无利嘛较伫一种较无利的这种境况，但是敢这种人就一定生活就过得足艰苦，或者是讲伊就袂好个无
各位毋通安想啊吼。哦，比如讲，较早我出来食头路的时阵吼，我一个头家吼，伊是小李麻痹。咱知影小李麻痹因小李麻痹自细汉其实足辛苦啊。伊是小李麻痹，但是伊的个性吼，你绝对袂感觉讲伊是小李麻痹。啊，伊嘛真正足好个啊！因为你做大师，买土地，好个甲我毋知我好个啦，非常好个啊！我知影讲较早迄个杨梅后站迄一片土地，一片拢伊的吼。但是迄当导致后站空啰嗦，根本我咧想讲，迄当伊调足侪钱伫遐。我进前几年啊，转去我坐火车经过迄个杨梅站，看后站，甲看个几片砖厝啊吼。已经会当想会到，讲伊若迄寡土地无卖啦，不得了吼。啊，伊的生理的构造含你差着，伊根本连行路都有问题。但是伊人生的道路，足侪人是根本就看伊的即个什么，你看伊后尾顶看袂对啦吼。所以头前几段所讲的吼，真正是你互我去思考。我带各位读书，我定下咧批判讲书中所写的，我无相信即点，我感觉即点写了无。但是目前为止啦吼，头前即篇前言的头前即3段，我感觉真正是讲了互我足幸福吼。好，希望讲这本书真正对你有帮助，会当改变你的人生吼。OK， 咱以后一步一步学啦吼。即篇前言其实敢若安尼一段咱来看足久的吼，但是上重要毋是看紧，上重要是你踮咧当中会当学着物件吼，不管是学着台语还是学着你改变你人生想法的一寡观念吼。譬如讲，我拄则讲，你毋通为我相信足侪人自细汉，或者是讲你看足侪这种讲啊，即个世间的资源是有限的。哦，是你较早你去学经济学，绝对是安尼甲你讲吼。经济学一开始就是讲，因为即个世间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按后壁经济学安怎发展的，用什么一条线吼，什么我袂晓啦吼，你家己有闲自己看觅啊。但是我真正甲你讲一句话，我较早迄种想法，我即嘛拢无，我绝对袂想讲即个世间是资源是有限的，我拢认为即个世界资源是无限的吼。我对这本书学到的吼，这种观念。好，咱今仔日读到这，超过3分钟啊。读到这，或者做一个记号吼。到这，今仔日是几号啊？今仔日是我煞袂记得今仔日是几号。7号，我遮7月8号吼。好，安尼后回再搁继续对这篇前言读落吼。这篇前言我敢若较早捌听过啦吼，我就感觉这篇前言足值得你看吼。啊，前言了以后每一课当然嘛是拢足值得看吼。内底所推论的，内底伊的见解，伊对即个世间的想法，伊对即个宇宙的看法吼。好 ，OK， 希望各位拢会当对当中来学着物件吼。感谢各位，我看一下各位，我今仔发现今仔日真热闹吼。Sylvia、芭比、艾瑞吼，即个李国是张先生吼 ，Crystal 吼，阮啊 ，Jo 拢真欢迎恁吼。有兴趣要开讲者，或者是要甲我讲一下你所拄则所听，或者是对你有影响的，拢会使起来啦吼。要举手的，拢会使。还是即马你上班无方便，啊，我拢甲恁揪起来吼。或者是有啥物建议，或者是我对你读的时阵，你感觉安尼我读法我听无吼，你拢会使甲我讲。或者是有啥物想法吼？好，来，我甲直播停下。